好啦，再次歡迎各位留低咧觀賞以下落嚟嘅賽事啦。咁咧嚟到呢一刻咧，就係今屆第87場嘅賽事。咁啊，兩隊咧分別咧就係 V 號嘅 Elite 同埋 Kingpan 啊。咁有留低嘅同我哋分享呢場賽事咧，就係 Virginia Wong 啦。係啦，仲有我哋嘅 Randy Lau 嘅。係啦，頭先史國隊長介紹啊，遠古時代嚟嘅，一嚟就嚟到現代嘅時代啦。好啦，哇！睇到現場嘅觀眾咧，非常熱刺啊，咁啊有歡呼聲。咁我哋歡迎兩隊嘅球員進場啦。咁不如我哋介紹一下我哋兩邊嘅球員啦。首先進場嘅就係 V 號Elite隊啦。咁身穿白色球衣嘅 V 號Elite隊咧，咁佢哋有部分嘅球員咧，咁咧佢哋都打咗好耐啦。咁咧，我哋介紹一下佢哋嘅名字先好唔好啊？首先咧就有佢哋有兩組嘅 line 啦。咁啊分別咧球員咧就係 Sarah Smith、Tracy Wong 係今日嘅隊長啦 ，Renee Ng 咧就係今日嘅副隊長啦，仲有 Abby Tam， 仲有 V。好啦，第二條嘅進攻線咧，分別有Lam Lee、Yan Yuen 啦，咁另外有6號嘅 Vivian 張，仲有Chow Ching Tong， 咁最後就有 Anna Chin 嘅。好，另外咧仲有咧就係張子晴嘅。好啦，守門員咧就係25號 Kira Mok， 大家相信咧都對佢唔會陌生噶啦。咁啊，另一邊廂咧深色衫咧 Kingpan 隊咧就派出咗11位球員加2位嘅守門員喎。佢哋分別就係咧就張欣慧啦，今日嘅隊長張欣慧。20號嘅陸柯傑係啦。咁啊66號咧就係黃慧瑩。29號嘅 Renee 兩隊都有個 Renee 喎。係喎。咁啊，大家都留意啦。咁啊，另外46號咧 Fiona。第二條嘅進攻隊咧就係有13號嘅，佢嘅名叫 Eleven， 大家就唔好撈亂啦。佢個名叫 Eleven， 但係佢身穿13號波衫。21號咧就係林雍哲、林雍晴。30號嘅 Limo， 4號嘅 Vivian。12號嘅陳佩瑩，另外一個咧就係3號嘅 Doris。守門員有2位，分別就係陳意清同埋62號嘅陳拼之啊。係啦，咁我哋而家睇翻球員嘅 line up 咧，都見到有啲熟悉嘅面孔㗎。譬如喺 V 號嘅28號。譚詠希咧，咁其實佢今日都有打咗 Asian C 同埋剛剛 U18 嘅 Kingpan 嘅。咁另外25號嘅守門員 Kira Mok 咧，佢都係打咗Asia B Young Guns Black。咁剛剛咧亦都攞咗一個冠軍嘅喎。咁 Kingpan 嗰邊咧，其實都有一啲嘅球員，佢哋都係啱啱打完 U18嘅賽事嘅，包括係13號嘅 Eleven 啦，同埋係4號嘅 Vivian 嘅喎。今日2位嘅裁判咧，分別係 NDD 啊同埋 Team Trade 嘅，大家都好熟悉啦。相信咧對佢哋過往執法咗咁多場嘅賽事咧，相信呢一場嘅女子總決賽咧，就對佢哋嘅判決咧係相信唔會質疑噶啦。好啦，大家都好緊張啦，咁球證咧面容都出現一啲笑容喎，咁大家好緊張嘅氣氛當中咧，都不忘咧就係因為有睇到一啲體育嘅精神喺當中啊！好啦，而家開波，咁個波咧就去咗 Kingpan 隊嘅防守範圍嗰度喎，睇下白色衫嘅 V 號咧能唔能夠控制住個 puck 喺對方嘅防守區咧作出一啲組織嚟到進攻啦。好啦，咁V 號咧繼續有一個控球嘅機會喎。咁Kingpan 隊咧遲遲都未能夠解圍。咁睇下白色衫嘅 V 號隊咧能唔能夠把握呢一個嘅控球優勢咧，就將個組織好。
好啦，阿 Virginia 喺呢個情況咧，咁俾人撳住啦，喺自己嘅範圍裏邊咧，個波遲少未出去啦。作為一個守門員咧，你會注意啲乜嘢嘅？其實呢個係都幾難處理嘅，因為一路個波出唔到去咧，咁其實自己嘅球員都會慢慢疲累啦，咁變相就會防守上面有漏洞噶啦。咁但係呢個狀況都需要保持冷靜，同埋記得要睇翻自己嘅球員，要守翻佢哋嗰個位置咁樣。即係你會都打一啲開口波啦，我哋係冇錯，提一下我哋啲後衞啊，應該踩喺咩位置？咁啊，同埋係咪唔好遮住你咧？其實好難嘅，對於球員嚟講，因為佢哋唔知噶嘛。好啦，白色衫嘅 V 號隊咧，咁啊再次有一個進攻嘅機會，睇下佢哋能唔能夠組織好啦，策動呢個攻勢啦。咁個波咧就去到 Kingpin 嘅手上，咁嘗試去組織，咁但係傳波比較大力啲啊。不過佢哋而家就進入咗 V 號嘅區域嗰度噶啦。哇！比賽到啱啱開始呢段時間啦，我睇見咧女子隊咧兩隊女子隊嘅技術咧都非常之好喎。佢哋嘅控球能力啦，同埋呢個溜冰嘅能力都非常之好喎，都比起男子隊咧唔遜色嘅喎。以你守門員嘅角度咧，你有咩評價咧？其實香港女子隊而家咧都有好多嘅培訓啦，亦都有好多訓練啦。咁同埋好多人都開始由細開始打波，咁所以佢哋嗰個能力咧都慢慢變得越嚟越好噶啦。係啊，你講起咧，佢哋有好多機會咧，由細開始有啲訓練啦。咁我都諗翻起啦，當其時我哋開始打波嘅時候咧，機會就唔係咁多。同埋溜冰場嘅數目都唔係咁多啦，冇錯啊！而家咧增加咗好多，咁啊我哋離島都有一個溜冰場啦。咁即係而一啲可能有一啲機構啊，有贊助啊，有好多學校嘅 promotion 啊，咁啊大家都對呢個運動咧越嚟越熟悉啦。冇錯啊！呢個 Randy 你啱啱開始打波嘅時候係幾時啊？我好似你頭先話齋啦，其實好似尋日嘅事咁樣，發生喺尋日咁樣。咁啊，因為咧嚟到每一年嚟到 Hockey Five 呢個盛事當中咧，都諗翻起以前打波嗰種熱血啊！咁啊 Virginia 你咧，你又如何咧？我哋睇翻場波先。咁都好啊。V 號隊繼續進攻啊！個波繼續喺 Kingpin 嗰個區域度嘅。暫時咧 V 號隊嘅攻勢咧比較多啊。咁喺對方嘅範圍咧逗留嘅時間咧，亦都比 Kingpin 多喎。我睇下能夠解圍啦。咁啊解圍睇下球證會唔會試 icing？ 冇錯，係一個 icing 嘅。不如我哋講下咩係 icing 啊？咩叫 icing？icing 咧就係當一個防守嗰隊啦，將個波喺自己嘅底線啦，諗住波將個波交俾自己喺前面進攻嘅球員嘅時候，但係前面攞唔到波啦，咁啊去到對方嘅底線嗰度咧，咁就會構成一個 icing 嘅推法。冇錯。咁個波而家咧就喺翻 Kingpin 嗰個範圍度嘅，咁個波就去咗籠後面啦。Kingpin 嘗試去解圍。好啦。呢號都 hold 唔住喺個藍線嗰度。其實咧，作為一個後衞咧，喺藍線嘅工作咧係相當重要喎。係啊 ，Randy 你都係個後衞嚟嘅，不如你講解下。都可以嘅，以我少少嘅認識啦嚇。咁咧進攻嗰陣時咧，我哋3個前鋒咧喺度進攻嘅啲時候咧，其實佢哋都相當之攰嘅。咁咧佢哋又會可能交翻俾後衞啦，再組織啦。咁將個波 keep 住喺進攻嘅區域嗰度咧，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咧確保咧個攻勢咧可以繼續進行啦，同埋咧唔會俾到對方嘅球員有優勢嘅機會。咁啊對於進攻嘅球隊嚟講咧，個優勢咧係往往咧都係 keep 住喺度嘅。咁啊睇下龍門口發生啲咩事喎？咁啊個波仍然係喺長區嘅角落嗰度啦，咁啊一送埋去，睇下有冇機會入。點知龍門咧係接到實嘅。哇！呢個爭啲有機會啊！我哋嘅 V 號隊
24號個燕淵，咁佢哋頭先就將個波傳送到去俾龍門口28號嘅 Abby Tam 前面嘅，咁但係就俾龍門就救住咗。喺呢個右手邊，點知龍門咧就左腳咧就一伸嘅，哇！頭先非常之刺激啊！呢個非常之危險啊！個匹咧啱啲咧就會跌咗入去個龍門嗰裏邊。咁啱喺嗰個鋪喺嗰個龍邊，係啊，左腳同埋左邊嘅龍門柱爭啲咧喺嗰個空位嗰度咧碌咗入去。咁啊，繼續都係 V 號嘅攻勢喎。咁啊，睇下能唔能夠策動呢個嘅組織啊！好俾翻後衞，嘗試遠射去咗場嘅另外一邊。仍然都係 V 號嘅攻勢喎。咁啊 Kim Pan 啦，同埋V 號啦，其實分別咧都打咗大話都4-5場嘅賽事啦，大家嘅體力都消耗得七七八八。咁咧呢一刻咧都係考驗球員嘅意志力啦，同埋體力啦。咁大家都攰啦，睇下兩隊球員嘅爭勝嘅心咧係去有幾盡啦。咦，好，終於嚟到去 V 號嘅場邊，咁但係就俾 V 號嘅 defense 傳翻過去。係啦 ，V 號咧係喺佢自己防守區咧將個匹一打咧就打到對方嘅底線嗰度，咁啊構成一個 icing。咁咧開波咧就會嚟翻 V 號嘅區域當中。咦，咁頭先見到 King Pan 嘅球員咧，示意想喺左邊開波喎。其實係咪 A 城球員係可以揀喺邊邊開波嘅咧？其實都唔會係球員去揀嘅，都係球證去判決啦。因應當時咧喺邊一邊打咗個波過去。哇，一個好波啊！頭先睇下能唔能夠入波啦。哇，頭先嗰一球都相當之嘅驚險啊！V 號嘅球員呢，咁喺左邊切入啦，咁將個波打去右邊，期望佢哋嘅隊友可以有一個接應嘅，可惜就俾守門員救到。守門員呢都睇通睇透㗎啦，咁咧喺翻佢嗰個位置咧，完全係封晒個位。好啦 ，face off 再次開咗，好啦，睇下 Kim Pan 有冇一個單刀嘅機會 ，2 on 1啊，都係冇機會嘅。咁而家個波就喺 King Pan 嘅範圍啦，咁啱啱就解咗圍 V 號嘅球員去翻自己嘅區域，嘗試重新組織，再次進攻。好啦，暫時我哋睇到咧 V 號嘅優勢係佔多少少，佢哋嘅射門咧亦都係多少少嘅。好啦，又可以解到圍啦。咁啊，睇下 V 號嘅後衞點樣處理。咁啱啱都見到咧，有幾次其實King Pan咧可以將個波帶離開自己個藍線，咁但係進攻咧就相對未必過到V 號嘅防線㗎。啱啱King Pan有一次機會進攻，右路嘅進攻兜翻去左邊。我哋呢啲係咪叫wrap around 啊？冇錯 ，wrap around 其實就係攻方嘅球員咧，咁將個波帶去龍門後面，嘗試喺龍門嘅另外一邊門柱就射入嘅。V 號又一個射門，龍門亦都好輕鬆咁樣咧，將個波擋住，交翻俾自己隊友。好啦 ，King Pan 嘅進攻啦 ，King Pan 喺右路嘅進攻。嗱，但係佢有兩個 V 號嘅球員喺佢後面，所以未能突破。好，再次由 King Pan 進攻入到 V 號嘅區域，嘗試射門，但係射偏咗。V 號嘅球員再攞翻波，而家去到中場嘅位置 ，King Pan 攞住個波，將個波打咗入去 V 號，但係前面未有人接應喎。好啦，球證都示意咧冇越位冇挨成，咁啊球賽繼續進行。咁第一節嘅比賽尚餘1分20秒左右，咁 V 號有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可惜突破唔到守門員。
球證吹罰喎。球證咧示意咧 King Pan 有球員咧係犯咗 tripping， 即係勾跌對方球員嘅動作。咁咧 tripping 咧係構成2分鐘嘅吹罰嘅。咁咧犯規嘅球員係13號 11。比賽仲有大約45秒嘅時間，睇下 V 豪咧能唔能夠人多打人少嘅情況之下咧，把呢個優勢。我King Pan嘅守門員都哎呀，非常之緊張。係啦，哇個拍仍然係哇。嘗試解圍，但係俾 V 豪截住咗。King Pan 咧暫時咧唞一唞氣，將個拍咧打出去藍線，但係 V 豪嘅球員唔為意有自己嘅人咧，仲喺藍線裏邊未出翻嚟，所以咧就構成一個越位嘅情況出現啦。好啦，比賽仲有幾秒嘅時間就完第一節。咁咧 V 豪咧就會下一節咧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就仍然有1分37秒係人多打人少嘅時間。冇錯，咁啱啱完咗第一節嘅比賽啦，咁雙方嘅比數都仲係0-0，咁但係攻門嘅次數咧就應該係 V 豪。V 豪嘅比較多嘅。冇錯。係啦，咁第一節休息嘅時間咧，教練都作出一啲吩咐啦，作出一啲調整啦。咁喺第二節換邊嘅時候，我哋又睇下會唔會有啲唔一樣嘅攻勢啦。相信咧，我哋嘅雙方嘅教練團隊咧，應該都會作出一啲適應嘅調動嘅。咁第一節啦，可能0-0啦，大家都係摸下對方個底，睇下對方嘅攻勢或者防守方面咧係有咩漏洞，咁咧作出一啲適應嘅調整，針對性嘅調整啦，可能係。好啦，第二節咧就即將開始。好啦，球證 check 下兩邊嘅龍門啦，準備未？準備好，球賽繼續開始啦。我亦都睇到咧 V 豪嘅攻勢喎。好，將個波打咗去板邊。嘗試傳去中間俾隊友射波，但係唔成功。咁而家繼續喺場邊爭持啊！好啦，後衞一個波將佢打前去，睇下前鋒能唔能夠執雞。結果守門員將個波打出。咁King Pan都嘗試再次解圍，但係俾 V 豪嘅防守球員截咗。而家個波去到龍門後面。哇！入波啦，終於都入波啦。咁嚟到第二節嘅11分鐘。係啊，上餘呢場賽事出現咗第一個入球，係由 V 豪方面入波嘅。好啦，我哋睇翻呢個嘅重播。咁喺左路咧，將個匹送去出邊。咦？呢個波好似咧就係貼入去喎。中間有 deflection， 將個波改變嗰個路線，由本來一個地波咧，點知一貼高咗，龍門都反應唔切，就喺龍門嘅膊頭上面過咗啦。而家波再度去翻King Pan 嘅區域 ，V 豪攞波。比賽咧都仲有好多嘅時間啦 ，King Pan 不需要氣餒啊！好啦 ，King Pan 喺未過半場嘅情況之下咧，將個匹打過去對方嘅底線嗰度，又再次構成一個 icing 嘅吹停啦。咁定點球就會喺King Pan 嘅區域嗰度開始啦。咁icing咧，
咁就唔可以換人啦。咁對方就可以換人。咁其實體力上都會有個優勢喺度喎，可以換人嗰邊。冇錯啊！咁咧其實咧有時自己打得攰咧，係咁俾人撳住嚟攻嘅時候咧，咁可能都會出一啲 icing 嘅技術啦。咁啊自己隊友咧都可以唞一唞。哇！好靚嘅扭波，可惜入唔到啊 ！Rio 繼續嘅攻勢，但係個波。哇！我見 Viho 咧都有好多遠射喎、試射喎。冇錯，咁佢哋都會頭先啱啱嗰個入球都係遠射，由遠射開始，跟住喺龍門前方咧有一個改變方向，咁就入咗嘅。其實我都相信咧，好多時咧教練咧都會鼓勵球員射多啲喎，起手多啲。如果唔起手咧，就冇機會。起咗手起碼有啲機會，或者喺龍門前面製造混亂咧，咁其實都會令到入波嘅機會大咗嘅。係啊，我相信咧，你以呢個龍門嘅視覺咧，亦都睇得好清楚，同埋睇到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出現過。冇錯啊！咁而家 Kingpin 咧就嘗試組織一個攻勢入去 V 號嗰個區域，一個遠射，咁就去咗龍門後面啦。然後 Kingpin 嘅球員去咗龍門後面嘗試攞翻個波，但係俾 V 號捷足先登啊！Kingpin 嘅球員咧，可能開始入到咯，見佢哋嗰個組織咧都有翻咁上下啦。咁咧都喺 V 號嘅區域嗰度咧，能夠留守咗一段時間。好啦，而家個波去咗中場嘅區域，咁交翻俾隊友。Kingpin嘗試再組織一個進攻，但係俾 V 號佢哋攞咗個波。好啦，交翻去左邊嘅後衛，睇下能唔能夠咧組織一個攻勢，一射埋去，點知咧距離目標咧都仲爭少少。好啦 ，Kingpin 嘅球員攞咗波嘗試解圍啊，但係俾3個打1個嘅情況，後衛醒目啊，將對方嘅前鋒之棍咧撩一撩，等佢咧失一個控球嘅機會。咁啊，睇下 Kingpin 能唔能夠把呢個單刀，點知可惜跌，俾 V 號嘅球員截停咗，即刻進行一個反攻啊！而家個波喺 Kingpin 嘅龍門後面，一個傳送，可惜過唔到後衛。好啦，趁呢個打走個波嘅時間，Kingpin 咧都作出一啲換人啦。V 號再次將個波打入去 Kingpin 嘅區域嗰度。隊長 Tracy Wong 一個橫傳交翻出嚟，但係可惜接應唔到。但個波仍然喺 Kingpin 嗰個範疇入面啦。咁而家雙方球員喺籠前爭持，到底邊攞到個波咧？好啦，睇下能唔能夠化成入波，好波，射嘅靚，救嘅亦都靚啊！救嘅都靚。好啦，喺中場區域咧，睇下邊一個能夠爭完嘅波。再次係 V 號喺中場嗰度攞咗波，嘗試進攻，嘗試組織一個進攻。咁由42號嘅 Katrina 由左邊帶個波入去 Kingpin 嘅防守範圍，俾翻後衛嘗試射波，但係同個龍門有啲距離。哇，其實咧咁樣遠射埋去咧都幾危險咯。哇！3個前鋒喺前面組織 ，Kingpin 咧頭先剛才呢一個後衛都幾難守啊！冇錯，非常悅目嘅攻勢，而龍門咧亦都好努力噶啦。咁佢都睇到另外嗰邊球員準備射門，但係奈何咧前面真係太過空啦。冇錯。咁頭先睇翻就有3位 V 號嘅球員喺 Kingpin 嘅籠前啦，咁只有1位 Kingpin 嘅球員喺籠前，咁所以防守方面咧係有少少缺失咗嘅。不過唔緊要啊，餘下落嚟嘅賽事第2節剩翻4分大約40秒啦。
咁仍然仲有一節多啲嘅機會俾 King Pan 咧追平喎。但係都要把握時間啊！即係如果要追嘅話，都係盡早追翻比較好啲㗎。其實好多時咧，hockey 嘅賽事咧，剩翻好少嘅時間咧，都有可以好多嘢發生嘅，包括啦拉開比數啦，又或者追平再反超前，亦都可以嘅。呢一個咧就係 hockey 最精彩嘅地方，速度快啦！嗱，睇下仲有冇機會。哇！成功逼守門員救到啊！頭先24號嘅 Yan Yun，佢喺藍線一個傳送去到籠前。哇！龍門嘅反應相當之快啊！冇錯，睇唔出佢咧打咗咁多場嘅賽事。我哋再睇一睇。哇！龍門咧落地嗰下咧個反應好快喎。冇錯，其實頭先嗰個傳送咧都非常之靚㗎。非常之靚啊！但係守門員亦都非常鎮定咁樣撲過去個波嘅位置啊！而家繼續係 V 號嘅進攻。不過啱啱出咗去藍線，King Pan可唔可以把握呢次機會呢？個波而家再度去咗 King Pan 嘅嗰個區域嗰度嘅 V 號球員繼續帶波，由後衞俾中場，個波去到籠後面。球證吹停咗喎。因為咧個 puck 咧係攝咗喺龍門後邊嗰條罅嗰度，所以咧球證就吹停呢個賽事，再次開一個定點球。咁啊，雙方球隊咧作出一個換人啦。咁啊，頭先都打咗都一段嘅時間啦，差不多2分鐘嘅時間。係啦，相信對雙方嘅球員都有啲疲倦啦。咁啊，要換一換人。球證開波，球賽繼續啦。咁啊，哇，空晒，睇下能唔能夠轉化成一個入球。咁 King Pan 嘅龍門撲救啦。咁啱啱個波去咗 King Pan 嘅龍門後面。個波咧啱啱離開咗 King Pan 嘅藍線，咁由 V 號嘅球員佢帶到去中場重新組織一個攻勢啊！好，而家波去翻中場 ，King Pan 嘅球員攞到波，但係俾 V 號嘅球員緊追住。好，睇下把握得到咧 3 on 1呢個攻勢。好啦，睇到通晒，交翻嚟左邊右邊。可惜打到自己人隻腳，喺正龍門前停咗啦。跟住之後 V 號嘅球員嘗試執雞，但係俾守門員冚實咗個波啊！哇！一大堆人喺龍門前面啊，點知個波咧仍然都係喺龍門嗰度沒收住。眨眼之間，第2節嘅賽事尚餘1分鐘 ，King Pan 嘅區域嗰度開球。哇！頭先呢一球都非常之咁驚嘅，開局之後咧就即刻俾V 號嗰邊就即刻俾自己嘅隊友進行一個施射啦。守門員救咗之後咧，V 號嘅球員再嘗試去做一個執雞嘅狀態嘅，但係守門員都非常之咁冷靜。而家到 King Pan 嘅攻勢，守門員救出，個波去翻中場 ，V 號再次嘗試進攻，但係其實咧球員嗰個體力都非常之厲害啊！剛剛亦都有講過，而家比賽緊嘅球員咧，其實有一部分已經係打緊2個或者3個2個 division 㗎啦。係啊，如果咧你俾我咧，咁我即係寧願咧去休息好過。但係咧，你覺得係因為咩事咧？點解你哋會有一個咁嘅差距？休息咧係因為攰啦。第2節嘅賽事啱啱完結，咁比數咧就 V 號對 King Pan 2-0領先啊！
好啦，又有大約30秒嘅休息嘅時間，咁啊，雙方嘅教練團隊再作出訓示啦。咁啊，睇翻頭先個驚險嗰個鏡頭，咁啊呢個組織係非常之好。咁啊，其實對龍門嚟講咧，要喺左右移動，即係要喺左右移動去救一個波咧，其實係移動中要去做一個救波嘅動作係非常之困難嘅。係啊，你又要睇下佢會射高啊、射低啊、左右啊、上下啊。咁啊，頭先咧喺腳底嗰度入嘅喎個波。冇錯啊！咁但係亦都見到其實係球員之間嗰個默契非常好啊！好啦，雙方面咧就對調長區啦。好啦，剩翻12分鐘嘅賽事，咁睇下 Kingpan 能唔能夠追平。首先追平啊，然後再睇下有冇機會雙方咧有一個非常之精彩嘅賽事啦。有啲雙方都仲喺中場嘅區域爭持緊。傾兵嘅球員啱啱攞咗波跌低咗，但係球證冇表示。V 號嘅球員旋即攞翻個波喺左路切入，去到龍門斜後面嘅位置，傳翻俾後衞。嘗試 V 號嘅隊友嘗試傳波俾隊友啊，但係未能有一個射門嘅。哇！咁啊，其實打到嚟呢個階段啦，無論今場邊個贏邊個輸都好啦，其實大家去到呢個冠軍戰嘅賽事啦，哇！我哋睇睇呢個狀況先啊！哇！原來一個遠射一個試射咧就入咗波啦。咁咧入波嘅球員相信咧，嗱個波咧其實就喺左邊射落去，咁其實守門員咧係接到嘅，咁但係咧接到之後咧跌咗落去個冰面，然後就碌入咗啦。哇！佢係一個勁抽入網喎，呢一球係啦。剛講到啦，雙方嚟到呢個階段咧。大家都好努力㗎啦，為呢場賽事，咁就嚟到呢個階段，啊雙方嘅球員都顯出佢嘅實力啦，咁啊大家相信都不容置疑㗎啦。咁時間尚餘10分鐘左右啊，咁喺第三節嘅比賽，而家嘅雙方嘅比數係3-0。要追咧唔係冇可能，咁啊希望啦，天兵嘅球員咧加把勁啊！為我哋帶嚟一場精彩賽事啦！好啦，喺 Kingpan 嘅防守區域再次開一個定點球。由 V 號嘅球員攞到個波嘅主控權，由籠後再射，而龍門後面嘗試去傳送俾籠前嘅隊友，但係未能有一個施射啊！咁傾聽嘅球員嘗試解圍啦，咁但係 V 號嘅球員緊緊咬住。哇！雖然佢哋領先3球啦，但係佢哋仍然都冇放棄進攻嘅機會喎。好，而家個波嚟到去 V 號嘅防守區域，咁喺場邊嗰度。大家掙扎完一輪之後咧，由 V 號嘅球員攞翻個波。哇！好靚啊，一個遠交。去到 Kingpan 嘅區域，由龍門嘅後方帶到去龍門嘅前方，嘗試試射，但係 Kingpan 嘅球員防守亦都非常之咁出色啊，冇辦法起手。吹停咗賽事喎，睇下發生咩事先啊！咁咧應該係嗰 part 咧就
打咗上去牆上面嘅網嗰度啊！咁啊，球證示意要再開過啦。繼續係 V 豪嘅攻勢。好個波去到 Kingpan 個龍門後面，由 V 豪嘅15號球員 Tracy Wong 大波傳送俾28號嘅 Abby Pam 進行施射，守門員救到個波。球證咧 check 下嗰個龍門啦，好似褪咗少少位喎。咁啊唔緊要，好快咧將個龍門咧固定翻，咁啊球賽繼續開始啦。好，再嚟一個試射，龍門都冇難度啊，一接實。開球之後咧，嘗試V 豪嗰邊攞咗個波，嘗試交俾自己嘅後衞，咁但係就離開咗藍線啊！爭少少咧，就將個波改變方向送入龍門。再嚟一個 V 豪嘅攻勢，龍門亦都作出一個撲救，個波去翻場中間。好啦，一個交後，點知冇自己隊友接應。唔緊要，兜翻個圈，再射多一次，龍門再次撲救成功。咦？其實由第3節開始見到 Kingpan 佢哋嘅防守咧都比較就再緊密咗喎。冇錯啊，咁令到咧 V 豪咧起手咧冇咁容易，冇咁容易，又或者起到手咧個角度咧都將佢嘅角度已經收窄。剩翻6分鐘嘅賽事，咁啊睇下雙方面嘅隊伍啦，有咩板斧啦。咁啊作為一個觀眾啦，嚟到剩翻6分鐘嘅賽事3-0啦。咁啊以觀眾嘅角度，會唔會咧 Kingpan 追翻平咧？呢個賽事咧會刺激啲咧？咁當然啦，即係如果係可以有一個，即係如果可以由落後跟住去到追平嘅話，其實對於球員嚟講都係一個非常大嘅鼓舞嚟㗎。Kingpan 咧就可能聽到你嘅鼓勵嘅，咁啊佢啊射咗一球，咁啊但係俾 V 號嘅守門員 Kira Mok 救到啊！好啦，我哋都幫阿 Kingpan 隊加油啦，希望佢哋能夠開齋。哇，其實而家雖然係女子嘅比賽啦，咁但係其實球員都絕無欺場㗎。冇錯啊！爭波嘅時候咧，亦都係有嗰個技術喺度㗎。哇！你睇到佢哋真係好想追翻一球半球喎。哦！就喺啱啱嘅時間咧，咁 V 豪佢哋就解圍啦，然後有一個單刀嘅狀況，一個1-1，一個1比1嘅情況，咁然後咧24號嘅 Yan Yun 就好冷靜咁樣攞咗個波，然後就進行一個施射啊！哇！佢真係冇放軟手腳啊！咁啊 ，Kingpan 嘅球員都唔為意佢喺後邊啊，點知一踢佢支棍咧，連波都攞埋。然之後再送入網，時間尚餘4分鐘，比數係4-0啊！4分鐘追翻平都唔係冇可能咧，平均1分鐘就追翻一球啦，數就係咁樣計啦。好，咁而家就喺 V 號嘅防守區域嗰度開球。開球之後咧，就將V 號嘅球員將個波打咗去中場嘅位置，咁Kingpan嘗試去攞翻個波進行進攻啦。咁雙方咧就喺中場嘅位置爭持，而家就喺Kingpan嘅防守區域嗰度。咁啱啱咧就係有一個非法解圍嘅狀況啦，即係頭先 Randy 所講嘅 icing 啊。咁就將會喺Kingpan嘅防守區域嗰度重新開波噶啦。
好啦，剩翻大約3分鐘嘅賽事，King Pen 隊咧真係要加油啦！而家係 King Pen 隊嘅攻勢啊！頭先一個長傳帶到去 V 號嘅區域，咦，球證示意犯規喎，應該係 V 號嗰邊嘅犯規啊嚇！咁球證示意咧，呢個係 roughing 嘅。頭先就見到 King Pen 同埋 V 號嘅隊員咧，咁其實都好努力咁樣去搶波啦。睇翻慢鏡啦，哇 ！V 號嘅9號球員咧 ，Ennis 咧將 King Pen 嘅球員一推埋板嗰度。咁啊，根據 Mega Ice Hockey 5嘅賽例咧，呢個都係唔容許嘅，所以球證咧明察秋毫，將呢個 V 號嘅球員咧吹罰。咁啊係2分鐘嘅，睇下 King Pen 能唔能夠把握呢2分鐘人多打人少嘅機會，轉化成入球啦。咁咧，其實睇好多波咧，雖然人多打人少嘅優勢咧，但係好多時咧都睇到咧，人少嗰隊咧都可以入到波嘅。冇錯啊！咁所以就好睇球員對於個波嘅執着，同埋對於成場波嗰個協調性係點樣啦？同埋睇下教練啦點樣去安排，即係 penalty kill 嗰隊防線點樣去防守或者進攻啦。好 King Pen 嘅進攻，咁但係過唔到 V 號嘅防守球員啦。一個遠射，龍門亦都好輕鬆啊，因為前面冇人擋住視線。King Pen 嘅球員將個波帶到去龍門嘅前方。好啦，賽事剩翻大約1分鐘。King Pen 真係要努力啲啦。V 號嘅球員喺龍門後面攞到波，將佢清走啊！ King Pen 嘅球員攞到波，嘗試重新組織一個攻勢。剩翻大約35秒嘅時間。咁相信呢，以呢個比數咧，追翻都係比較難啊！但係 King Pen 嘅球員都係冇放棄，繼續好努力咁樣去做係啊，佢哋防非常之守。有體育嘅精神。好，咁而家再次進行一個5打5嘅狀況，一出嚟就雙方球員撞埋一齊啊！但係 King Pen 嘅球員繼續攞住個波，嘗試進行一個攻勢。好啦，剩翻大約6秒嘅時間，相信呢場比賽都塵埃落定啦。好啦，雞聲一響，咁啊呢場賽事就嚟到呢一度終結。咁啊比數咧就係 V 號4 King Pen 咧係未有入球嘅。咁啊，以下落嚟啦，都係一個頒獎嘅時間啦。咁啊，我哋嘅大會咧都準備緊頒獎嘅儀式。咁啊，剛才嗰場賽事咧，其實都精彩嘅。咁啊，雙方互有攻守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睇到白色衫嘅 V 號隊啦，咁可能陣中有一啲經驗嘅球員啦，帶住一啲比較其他一啲比較後生啲球員啦，咁組成一個比較比較平均嘅隊伍啊。咁所以佢哋今次贏咧都係實至名歸嘅。咁啊，嚟到呢個頒獎嘅時間，嘉里國際呈獻2025 Hockey 5 Mega Ice Hockey 5
嘅女子隊總決賽。首先就係頒發亞軍嘅隊伍Ping Pang銀牌嘅獎項啊！咁我哋都好多謝今場嘅頒獎嘉賓 Mr. Tommy Chan。咁佢就係咧 Thai Hin Group Holding Limited 嘅 Director of Business and Brand Development。咁啊，好多謝佢親臨嚟到頒獎啦。咁啊，今場呢都一樣啦。咁我哋有四個最佳球員嘅獎項嘅。咁啦，而最佳守門員啦、最佳後衛同埋最佳前鋒都係分別得到由喜療妥及喜療把贊助，總值高達港元800元嘅產品。仲有 Serta 贊助嘅舒適達記憶枕，同埋由 Ruby Tuesday 贊助港幣300元現金優惠券。咁啊，大家嚟一張team photo 先。好啦，銀牌就頒發完，大家都握個手表示體育嘅精神。咁啊，以下落嚟就頒發冠軍，今屆嘅女子組總決賽嘅冠軍 V 號Elite隊。大家睇到 V 號隊嘅表現啦，同埋佢哋嘅落場嘅表現啦，都實至名歸㗎啦。今次佢哋攞到呢個金牌。最佳嘅守門員係嚟自 Kim Pan 隊嘅33號 Chen Yi Chin。咁啊，喺頒獎嘉賓 Tommy Chan 嘅手上接過獎項啦。跟住落嚟就係最佳後衛，嚟自 V 號隊嘅28號 Abby Tan。好啦，跟住落嚟係最佳前鋒，亦都係嚟自 V 號隊45號嘅 Renee。哇，好多歡呼聲啊！好啦，今場嘅最佳價值球員，亦都係嚟自 V 號隊嘅24號 Yan Yun。話佢好特別啊！佢個塊面嗰度咧畫咗一啲公仔喎。頭先見到有好幾位 V 號嘅球員，其實佢哋塊面都有一啲
有一啲符號畫咗上去嘅，相信係有呢個幸運嘅意思啦。亦都帶俾大家一啲眼目一新嘅感覺喎。係喎。咁而家就由 V 號嘅隊長及副隊長，咁就代表 V 號去領取呢一個獎杯啊！好啦，今屆嘅努力呢，終於都冇白費到啊！今屆女子組嘅賽事冠軍得主、金牌得主就係 V 號Elite，都笑得好開心啊！咁啊，雖然 Kimpen 今場嘅賽事係輸咗啦，但係咧睇到佢哋嗰個努力咧，係其實咧大家都有目共睹嘅。咁啊，多謝兩隊嘅球員帶俾我哋一場咁精彩嘅賽事。我哋攞到獎杯咧，咁啊影翻幅靚相先啦。咁啊，見到後邊一啲家長咧都好開心喎。咁好啦，其實都想提提大家啦，現場嘅觀眾啦，咁啊你可以喺場邊啦，都可以留意啦，留意一下，我哋有啲遊戲咧可以俾大家去玩嘅喎。咁啊喺下一場賽事上演之前咧，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，啊去玩一玩。好啦，呢一場賽事咧到呢一度咧就告一段落啦。咁啊，各位場內嘅觀眾同埋網上面嘅觀眾咧，你哋可以繼續留低，因為我哋餘下落嚟仲有好多場精彩嘅賽事。咁咧下一場咧就係有我哋嘅史國隊長啊嘅 Lion Rock 對住 Go Club A 啊，呢一場係 Asian B 嘅總決賽賽事。呢一場咧都相信咧係非常精彩嘅。係啦，再次咧大會咧再次提大家咧，現場咧有精彩嘅遊戲去玩嘅喎，大家不妨去睇一睇。